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原来轰炸落来中国创新投资的向心甲江青，有中国军方背景，3年前就获投信会技术投资台湾。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涂炭使用量，中央发公文讲有10%的抽体空间，不过市长罗秀燕大真个唔愿意退让。西雅图咖啡的咖啡豆啊，透蓝色的豆啊咧卖，也去用压出来啊。伫咧日前，有一个查甫人讲家己是中国派出来间谍，澳洲媒体就甲伊号一个假名，号做王立强。伊讲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目的是要影响到台湾的选举。经济部投审会表示讲，这间公司捌伫2016年12月捌汇1亿要来申请台湾的公司，而且因要来经营不动产的买卖。不过，也有查出讲，这间公司的主席向心甲江青因翁仔某有中国军方背景，投审会也用着违反国安的理由，甲伊计划驳回啊。24暗，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向心和伊的家后景清伫统计场被抓来，8减25透明核信，一直到26个透早，翁仔某2个人被裁定限制出境出海。没有什么政治动作，这是个司法作为，所以检察官执行这个职务都是独立的。因为前一阵一名自称强谍的中国男子王立强，透过澳洲媒体透露讲，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经济部投审会透露，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早伫咧2016年12月，就捌汇1倍差不多1亿个代票，申请伫台湾投资设立中华资本公司，计划经营不动产买卖和租赁等业务，并且以香港居民的身份申请，其中包括向心和伊的家后景清查某囝向主旋一口罩等等，投审会经过4个多月审查，最后以违反国安的理由驳回申请案。过去在中国的有一些军方的背景，项目是可以，但是我们认为它背景还是有国家的安全的疑虑。因为疑似中国资金的身份，和投审会动落来，煞无断了来台湾投资的意愿。台大教授高成炎伫咧单位上节目就压了，讲2当前伊所经营的第一公司，嘛捌接到向心投资的邀请。当时是要透过我的地热这个项目，那向心是香港籍的那投审会如果用我南洋地热公司的合作的话，它会通过。但是，外界更加关心的是，向心夫妇是中国政治单位的身份。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单位启动国际情报合作，进行了解。外交部2大回应，台湾愿意和美国、澳洲等等地点瓦近的国家继续合作。台湾乐愿与澳洲、美国等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呢，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假讯息的一个攻击。另外，根据周刊的报道，向心夫妇这几年逐个月都来台湾，见拜停留差不多3-4天，而且已经伫台北市信义区买大量的不动产。这个是以医美和健康检查的名义入境，因为强谍案才见光，互检警抓到。专案会朝向违反国家安全法法定组织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王立强中国间谍案是继续伫咧捧，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国安单位要去澳洲查证。蔡英文在今仔日强调讲，调查甲执法单位拢开始伫咧调查，而且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唔通乱摇甲政治操作，也强调讲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是不管是拢伫咧发生的代志。另外，副手赖清德也呼吁国民党甲韩国瑜唔通搁再替中国讲话啊。总统蔡英文来新北淡水替立委参选人卢顺利补选，唔拿参败，佮参加助谈。不过面对选战倒达时间，王立强强调案继续伫拖，传出讲总统蔡英文指示国安单位启动去澳洲查证。调查单位还有执法单位都已经开始做必要的调查了哈。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妄加揣测哈，那也不要做政治的操作哈，毕竟它是
国家安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蔡英文搁一再强调，讲中国介入渗透台湾选举是时时刻刻拢有的代志。若是伊的副手赖清德是导南去屏东替当届立委参选人郑嘉彬辅选时阵是呼吁国民党还有对手韩国瑜，唔通搁来替中国辩解。我要奉劝韩国瑜市长跟国民党，不必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一致的是指控他一定是诈欺犯，不必因为个案的这个结果而去否定中国长期以来并吞台湾的事实，以及在中国派驻很多间谍在台湾这样的事实。蔡罗甲全力拼辅选，毋过即马所有投互因，毋过政党票无一定爱投互民进党的声音，出现分裂投票的危机。蔡英文是对部分区的名单搁一改挂保证。这张名单代表了有价值面，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性，他们也有它的战力是一个很可以支持的名单。蔡英文面对两岸的关系，强调讲采取无抢声、无冒进的态度，坚持守护国家立场甲底线。对选战进入到达时间的阶段，嘛搁来杀政绩败，希望讲会当互选情变悬，转化做实际票源。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间谍王立强的案件，互台湾政治界未输伫咧做红台共款，也因为民进党团伫咧同时间公布反渗透法的草案，引起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的批评。伊讲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另外，香港区议会选举，较话民主派是赢建制派真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讲，中国无法度控制香港选举。伊讲这款话也互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回讲，是控制失败，毋是无法度控制。民进党要推动反渗透法草案，公布时机点真拄好。佮伫中国干涉王立强，家己野厝受到中国指示，想要影响台湾选举的代志了后，而且离2020大选无够2个月，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呼吁民进党政府要赶紧组织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向人民说明清楚。要求国安单位、经管单位对这件事情向人民做个说明，然后如果我们的行政单位发现有什么漏洞，这时候才由行政院正式经过行政院的讨论，提出一个修正的法案，而不是临时在选举的时候在那边骗选票，然后呢制造恐惧感。宋楚瑜批评民进党政府莫看电影过开枪。另外，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赢过建制派，后续的发展备受期待。国民党率以医生的角度评估认为，香港问题会是慢性病。香港问题我看短期不会解决，这看来会陷入慢性病。我们要医疗慢性病，所以还是要看北京政府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你认同这样的说法？要是操控失败，我操控不了。但他好像不觉得那个中国有在操纵台湾的选举。没有啦，有些话不要讲就好，就是假讲也无加分哦。国民党民众党目标是国会第3势力，网络有一项计算不分区立委前20名的名单，民进党占7席上侪，民众党有4席第2，国民党摕到2席。国民党议员对家己的民众党不分区名单真有自信。赢国民党不是光荣的事，好不好？输给民进党是可耻的事。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26日去到台东造势，也发表农业甲青年政策。也因为中国间谍案件烧媒体，韩国瑜也呼吁选民爱看清楚，唔通哄骗。另外，伊的副手张善政也设一个副总统竞选办公室，也要来做回来拼选票。韩国瑜26规工伫咧台东竞选拜票，早起甲台东关农渔民代表50多个人组谈，农民提出包括各地农渔会准费的争议，农产品大出应该减少进口农产品，农渔村欠工严重等等的问题。韩国瑜嘛保证，当选了后政府会一个解决，让台湾农渔特产外销出去。主要的是在凤梨跟我们的大陆跟凤梨世家等等，我们希望维持稳定。未来的政府要再加一个功能。就是带领大家，陪着大家去抢订单。韩国瑜嘛去伊林部落陪老人食饭，佮出席台东青年座谈。韩国瑜表示，当选了后会改善交通，嘛鼓励青年创业的目标爱放伫咧全世界。毋过选战到达时间，强调压愈逼愈大。韩国瑜批评对手镇压，想要用强调压力抹黑，影响国民党总统大选的选情。太夸张！凭什么一位26岁的诈欺犯？
可以影响到台湾的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如果这位自称王先生的26岁的澳洲人，我希望他来台湾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保证，他到台湾一下飞机，我肯定要告他。像这样子捏造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下来？ 韩国瑜伫咧台东拜票，副手张善政是成立副总统竞选办公室，建立国政选战中心、国政顾问团，也有副总统办公室作业小组，合作3支蓝队，要甲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做伙来合作。 我们跟韩国瑜总统办公室那边分进合集，我们这边的主轴还是以我们国政顾问为主啊。换句话说，我们在选举里面要端出牛肉，我们不去诉诸口水。 还着甲拼选战，毋若分进合击。韩国瑜嘛，搁一届呼吁 NCC 面对强调案的报道，甲选举抹黑爱负责任，毋通干那为何执政党去互民进党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香港的经济。香港区议会选举，较我民主派的是提名到8成席次，打败我中国的建制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第2日表示讲，伊承认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不过家己无互北京政府责备，也讲有真侪选民用选票来表达对暴力的不满。另外，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香港人权法案，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陈德光也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要求美国唔通插香港事务。 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泛民主派打败亲中的建制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日出席行政会议进前，承认讲这届选举表示出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毋过问伊讲去互北京追究责任，伊是否认？我並冇得到咩中央要求問責嘅指示啊。 親中的建制派伫這場選戰大敗，林鄭月娥表示，真濟選民用選票表達對暴力的不滿，示威民眾要求香港政府回應5大訴求，港府嘛伫咧9月份回應其中一項撤回條例。林鄭月娥閣頭一屆表示，考慮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來審查香港社會繼續動亂的原因。若是香港警察包圍理工大學寄宿學生，放掉佇內底，林鄭月娥強調講，目前已經採取人性化的做法。 18歲以下嘅未成年人士咧，警方只係會記錄佢嘅個人資料之後，就盡快俾佢送去醫院接受呢個治療。 香港反送中示威已經5個多月，根據路透社的報道，中國早就已經佇深圳設危機指揮中心。中國高層官員閣真濟屆甲林鄭月娥香港警察會面。中國嘛對中聯辦的危機處理無滿意，考慮要甲中聯辦主任王志明換掉。中國外交部閣召見美國駐中大使，針對美國參眾兩院通過香港人權法案，要求因停止過來插手香港的代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搞亂香港、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圖謀都絕不可能得逞。香港政府禁止合併法叫香港高等法院進行裁定部分違憲，嘛決定較慢頒布無效的裁決到11月29。對這個代誌，港府提出上訴，要求推翻裁定，目前還未確定聆訊的日子。記者綜合報道。 講到香港反送中運動到呾，本地香港民眾是一開始和平示威，到警民衝突，而且衝突的所在唔單在街仔頭，而且也拍到地鐵站、機場，甚至是校園內。香港政府絕對5大訴求一直攏無正面回應，民眾的這口氣淹佇心肝頭，總算會當佇香港區議會選舉迄天，總甲伊拼出來。 我中國的建制派是輸甲慘慘，我民主的是得勝利，就親像一場全民公投同款。香港真真正正佇咧一國兩制內面，毋過由香港人家己來治理香港，到底閣有偌濟機會會當家己做主呢？公司台記台的特派記者陳樹君、張玉瑞也到香港去採訪，做伙來看因的深入報道。 這是全世界攏真出名、繁華香港真美麗暗時風景。這個瀟湘市的東方明珠，在1997年為英國人的手中獻予中國。當初中國政府保證香港會使舞照跳、馬照走50年未變，香港人會使家己治理香港人，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障。 香港人認為基本法的最後目標就是一人一票真普選，所以2014年香港人發起護選運動，要爭取真真正正的普選制度。沒想到講中國發表白皮書，重新來解釋一國兩制。甚至在2017年，中國外交部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歷史文件而已。一連串的抗爭，再加上銅鑼灣赤劍、凊彩掠人等等的事件，香港人開始懷疑政府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態度。
去年因为一件伫台湾发生的命案，香港政府要修订逃犯条例，未来犯法人拢会使带到中国去审判。民众发起反送中运动，香港民众100万人甚至200万人行上街头抗争。政府若回应慢半拍无诚意，警民冲突嘛愈来愈严重，造成无法度好好收煞的局面。香港回归还未到20年，即马看起来一国两制，亲像是一张梦，船过水无痕。伫阮采访的过程中，有香港民众甲阮讲，因这段时间经过苦难，上大目的应该是要互台湾人看好清楚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态度。今仔香港讲的是明仔载台湾，值得咱好好思考。公司第一台记者陈淑君、张国水伫香港的采访报道。行政院10月底决定，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会当成立农业组。行政院表示讲，农业组主要负责台美农业贸易甲农业合作的事项，上紧在明年正月会正式运作。也强调讲，甲美国要求开放有3肉种的猪肉无关系。为着和台美农业基地合作更较利便，行政院10月底决定，台湾驻美代表处会成立农业组，预计成员4个人，2个人是农委会原本就派伫咧代表处经济组的人员，另外2个人是雇员，主要负责台美农业贸易还有农业合作的代志。防检疫的议题，有渔业管理的问题。当然也有农业贸易的问题。那现在还有跟各州农业的交流，所以在业务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有必要设立这个农业组。因为农委会长期有派人伫咧驻日代表处处理台日农业交流的代志，佮捌去互误会甲开放日本的形式有关系。对这个代志，行政院强调讲，驻美代表处农业组上紧明年1月份的正式运作，嘛强调讲，甲3肉种的美猪开放的代志无关，与大家所关注的美猪美牛的议题毫无关联。其次呢，未来派驻这一个组的所有我们的同仁，绝对都是考量他的专业以及资历。学者认为，设农业组了后，应该有绩效的审核机制，而且避免安排不是专业的人员，这会当帮助双边的农业交流。长期关心美猪议题的公民团体是各一概强调讲，绝对反对3肉种美猪进口的立场。放在农业的方面，专家应该要多一点，因为农业谈判很复杂，事后我们要评估它的绩效也要好好来监督反而是要监督比较重要。对我们来说，只要是含瘦肉精美猪要进口的话，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说，我们都是强力反对的。食安的这个现况来说，我们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好让步的空间呐。学者强调讲，目前台美伫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面顶，有真侪关键拢是农业的部分。若是设农业组会当帮助谈判，其实对这个代志是真欢喜，毋过会当替台湾争取到啥物农业权益，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每年正月25以前，台中火力发电厂必须要减少涂炭使用量4成。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日落伫市政会议顶头，讲到环保署来的公文，公文写到火力发电厂会当有10%的春秋。罗秀燕也强调讲，1104万吨是真帮，无通好参详。代替也面对着这款的情形，也打算要用行政救济手段来解决。台中市长罗秀燕伫26早起的市政会议中讲谈话，对11月11环保署公文表示，依法中火燃煤许可应该付10%容许查单。罗秀燕强调，1104万吨的上限无什么好参详的。只要我在没得商量煤炭这个事情不用商量，1104万公吨，如果可以放宽10%的话，那中国它可以燃煤发电就会超过1200万公吨。对台中市政会强的环保署表示，10%容许查单是载明伫固定污染源许可证管理办法第9条中，台电也提出进前发的许可证，用真心换作情来形容台中市政府伫减煤上限的态度。许可证依法规本来就有10%的弹性，这个规定其实18年前就有了。台中市核发给台中电厂的许可证也有载明这样的规定。台电非常努力，希望台中市府能够看电。不要真心来换绝情了。10%这个部分是在目前的法规的规定里面，行政机关都能够秉持依法行政的这个态度，去执行相关的这些许可证的核发跟整个后续的管理。
对这场攻防战，台中市环保局指出有信心守住原本的底线。自治条例它强调的是上限，它不像我们许可证的管理办法。那所以我们对法律的位阶，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都希望。中火的生煤能够减到1104万吨，而不是还有一个10%的阿收比。环保团体肯定台中市政府减煤决心，也强调市民健康袂当拍折。地中乡地方甲国营单位各有坚持立场。台中市政府呼吁台电中会用煤量特别达到上限标准，应该及早进行。台电是表示会采取行政救济手段，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然后啉咖啡的民众要注意咯。连锁咖啡店西雅图咖啡，因讲因100%使用阿拉比卡的豆仔，作互亚讲讲因有掺较俗的咖啡豆仔入去。树林地检署去工厂敲做，发现讲有13项的产品甲广告内容无同，而且对107年到今，这款失德钱摊卖1000万。地检署也表示讲会继续查落去。有名品牌西雅图的咖啡豆仔，讲是100%使用阿拉比卡豆仔，却被标出用较俗、较歹的咖啡豆仔，将俗的罗布斯塔豆仔掺入去对外卖，不法利息至少上千万。事件爆发了后，业者已经将部分产品换包装。不过，树林地检署25甲市庙署台北市卫生局去福祉公司搜查，确认有13项产品标示无实在。有涉嫌有把市售的这个所谓100%阿拉比卡豆呢，掺伪低价的罗布斯塔咖啡豆在市面上贩售。被告刘姓总经理在今天上午已经缴回犯罪所得1000万元。检方传唤被告姓刘总经理、姓李厂长甲姓何员工，顺后以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掺伪食品罪、甲刑法标示无实罪，有抵5万甲300万交保。业者会被调查起受媒体顶个月别行下涂咖啡豆仔、掺有俗价咖啡豆仔，当时福祉公司发声明严正否认，1个月后被查出不法。业者发文道歉，指是产地会员无够，改用其他的咖啡豆仔无标示。新来外籍员工无涉及惨掉，会负起替换费相关责任。关于涉及掺伪假冒的部分，是违反我们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7款的部分。那149条是有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罚则是相当的重。那如果没有下架的话，我们食安自治条例是属3万到10万块的罚款，而且是连续处罚。台北市卫生局指出，这13项产品主要伫卖场、超市甲网络咧卖，已经要求伫18进前完成回收。姓刘总经理已经交回犯罪所得1000万。树林地检署表示，目前追溯到107年，后续会向下卡对其他年度是毋是有稳状无报。记者综合报道。由外送员组成的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伫25正式成立。工会也讲，因会替加入的外送员来做教育训练，而且工会也特别甲富片大配合。外送员只要会当证明家己就是富片大的外送员，就会当免交500块的会费。不过，也有律师来质疑讲，这款的做法会造成工会的财务风险。比是外送员职业工会伫各县市陆续成立，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嘛通过审核，25正式运作。工会指出，会以投保薪资24000去计算，外送员劳保逐个月1472块，健保费逐个月675块，工会头一届入会费500块，会费逐个月300，伫加入了后会当有教育训练。只要你成为我们的合法会员，那我们就会赠送100万的团体伤害的意外保险。不过，组织成立外送员工会的李立嘉本身嘛是台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理事长，多摆有学者质疑，相中身份并不妥当。我除了是建车驾驶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外送员。本身如果已经有一份劳保，那当你从事另外一份工作的话，那基本上职灾的部分其实也不用担心，这个部分也可以做理赔。第二家回应，伊家己本身嘛是外送员的身份，台北市劳动局嘛真支持工会成立。外送员认为，雇主无承认雇佣关系，其实无啥物无好，工时无受限制，颠倒会当相关卫生，所以会当考虑加入职业工会，家己负担都健保。如果有人贴，我可能就会考虑去加入。对。那加入工会就是要自掏腰包抽2000块，你可以接受？这我可以接受。工会阁特别点出，因有和富片大配合，外送员只要会当证明是富片大的外送同伴，就免交500块的入会费。不过，要受邀请去伫关于外送员权益公听会的律师，对这点是保持疑虑。职业工会这样子减收
入会费的行为，其实是对工会自己的财务造成一个财务危险。平台这样的行为呢，就有构成工会法第35条第1项支配介入对其他工会不公平的这样子的嫌疑。律师嘛讲，劳动部前一阵已经劳检认定富片达 Uber Eats 顶业者和外送员有雇佣关系，所以伊认为外送员若是要团结争取劳权，政府更加应该个别辅导成立公司内部的企业工会，有可能会比这个工会更加会当掌握和雇主协商的自主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屏东市东高县的上北边甲上南边差别100公里，地处恒春半岛的公告人员拢带袂调。屏东县政府在今仔日宣布讲，确定得到行政院支持，甲恒春半岛4个乡镇列入去有偏远地区加级的范围。第明年开始，公告人员上少会当加领3000块。提课本甲囡仔万难记，雅鲁是恒春国小的本土语甲自然科的老师，拄并报到恒春甲册要满3档，若是愿意，明年就会当请调来离开。年轻一辈的老师他们会想要来偏向第一个的一个冲击，就是说他们本身对于教育，或者是他们本身对于偏乡有一定的热情度跟支持度。恒春地区过去因为较偏远，常常要开学，也搁伫欠老师。最近这几档虽然有改善，啊，毋过为着会当甲老师留调咧，屏东县政府宣布，预计明年1月7日开始，恒春半岛4个乡镇列入去偏远地区加级的范围，公告人员上无会当加领3000块。偏乡加级，它一定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来讲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常常会有后悔填了以后不来的这样的情形，可是这几年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相关单位的一些配套措施的实施之后，这种情形是有渐渐的好转。离都会区车定点半钟以上的恒春半岛，总算去用列做偏远地区。毋但学校未来招老师更较有信心，恒春旅游病院医护人员流动率嘛悬，目前各单位拢欠护理师，所以将2张病床关起来。消息放出来了后，已经开始有人来引头路。目前的话，中北部的有一些医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已经在询问洽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还包含以前过往已经在第一线退休或者是暂时在休息这样子的一些专业人员，他们对于这案子也来询问。病院内底36%的人力是拄外地来的，偏远加级实施了后，虽然无保证人员一定有够，啊，毋过希望讲有一定的改善。县政府目前嘛伫去公告宿舍，完工了后会当提供予100外的外地公告人员来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金。中国上界大间的电商阿里巴巴日伫香港挂牌上市，头一天就真烈收盘起6.6%，也成做香港的新股王。阿里巴巴伫2014年已经伫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过啊，等到香港做第2摆上市，除了是政策紧挖中国以外，也是惊美中博一战会去甲伊扫着风台背。阿里巴巴海外投资人代表讲到，正式宣告伫咧香港证交所挂牌交易启动，股票代号是正好吉调的9988，开盘价是187香港钱，比发行价176起超过6%，热度继续到收盘，成交总额是136亿香港钱，市价突破4兆香港钱，超过腾讯，变做香港新一代的新股王。阿里巴巴伫咧2013年的时阵，捌想要伫香港来上市，啊，毋过迄当阵香港无法度接受港股无共款的结果，所以今日会当去其他的所在。过当年伫咧美国纽约证交所来上市，募集250亿美金，创下全世界上大规模头一届公开发行 IPO 的纪录。创办人马云一直强调讲，时机若到，一定会转来去阿里巴巴全球化业务的起点香港来上市。今年接执行长的周勇讲，稳转来啊，这是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真重要的里程碑。过去几年，香港的创新、香港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们在5年以前错过的遗憾，今天能够得以的实现。如果条件允许，香港我们一定会回来。阿里巴巴即届伫咧香港第2届上市发行5亿股，预计上济会当募到129亿美金，变做2019年全球规模上大，也是香港证交所9年以来上大的股票上市案。毋但会当鼓励市场，嘛那像是替香港这几个月以来政治动乱注一些强心针。I'm also grateful that they choose to come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here in Hong Kong.
阿里巴巴变做第一个同时阵伫咧美国甲港股两地上市的中国网络公司。未来股份会当甲纽约证交所的存托股互相转换，增加流动性。阿里巴巴伫咧纽约证交所上市5档，市价已经翻倍达到4600亿美金，其实无欠现金。转来香港上市，一方面会当得到更较好的股价，嘛会当伫中美贸易战之下，科技公司受到美国压迫，可能指数股票落市先来找到退路。落尾嘛是响应国家政策，更较挖进中国的投资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 Uber 捌伫2年前发生过司机共炒大事件，最后英国伦敦的交通局裁定无要继续发予因营业执照的牌。Uber 向法院提出上诉，也讲因有安全改善的标准，阁会当签2个月。不过执照第25到期，英国伦敦交通局也宣布讲 Uber 的经营失败，威胁到旅客安全，未阁发予因营业执照啊。英国伦敦交通局25宣布，未阁发 Uber 营运执照，因为 Uber 管理无好，互无驾照甚至被吊销驾照的司机，都用其他司机效法冒充身份载客。过去1年至少发生14000摆，威胁乘客安全。伦敦市长卡恩也支持这项决定。TfL have uncovered a number of serious breaches, a pattern of failure that leads TfL to believe that Uber aren't a fit and proper operator. Uber 回应这是错误决定，会上诉法院。佮表示公司过去2年已经改善安全政策。英国司机工会也对交通局决定表示不满。I'm quite shocked. I'm shocked what happened today because don't forget this is 50,000 drivers that are potentially they have the job at risk. Uber 伫上诉期间依然应继续营运，上诉失败会对 Uber 造成重大损失。伦敦是 Uber 伫欧洲上大市场，有45000名驾驶，350万乘客。2 years ago, the city of London told Uber that it needed to be more forthcoming in sharing data, and particularly concerns about public safety with the background on the drivers. Uber 2017年就被伦敦交通局以驾驶背景审查者安全疑虑为理由裁定停发营业执照。经过上诉后，得到15个月宽限期，今年9月，佮得到2个月展延。Uber 伫各国也引起争议，为2014年起，Uber 驾驶一直传出性犯罪伤人事件食官司的代志，也佮被德国、意大利真侪国家封杀。美国警方佮发现，未少 Uber 司机有犯罪前科记录。有美国参议员就建议，Uber应该按采用指纹辨识审查，过滤犯罪分子。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有一间真有名的珍宝博物馆，或者是丽江珍宝馆，伫当地时间25半暝啊着贼偷，这2名贼仔摕到博物馆内3成的贵重珠宝加文物。不过，根据着当地媒体报道，因讲这间博物馆大约损失大约336亿。港视画面会当看到2名贼仔摕着手电入去博物馆，用宝头讲喙玻璃了后，偷走珠宝加文物。Danach sind sie, wie schon gesagt, wieder aus dem Gebäude raus und verschwunden. Erste Fahndungshinweise haben ergeben, dass möglicherweise ein PKW vor Ort stand, der dann geflüchtet sein soll. 警方表示，伫当地透早5点左右，賊仔为丽江珍宝馆面对广场的方向破坏铁窗啊，入去馆内，无到5分钟就偷走3套18世纪用几十个宝石组成的珠宝，佮有真侪红宝石、翡翠甲蓝宝石，差不多100万件珠宝嘛，互偷走。Man kann auch noch mal darauf hinweisen, dass die besondere Bedeutung und Qualität darin liegt, dass diese Ensembles als solche überliefert sind. Wie Sie wissen, ist der Staatsschatz des 18. Jahrhunderts, so könnte man es beschreiben. 丽江珍宝馆伫1723年成立，收藏4000件上艺、金银甲珠宝打造的珍奇物件，包括一尊60多公分悬、有喙脚的摩尔人雕像，还有各个刷红 Peter 大帝送的500多克拉的蓝宝石，是世界上老的博物馆之一。这个媒体估计，互偷走的文物占馆内收藏的3成，价值10亿欧元，差不多代表336亿，是2000了后上大的艺术品互偷走的案件。
韩国官方认为，损失的文物代表德国历史甲艺术文化，真歹估计损失。当地警方伫报案了后5分钟内底赶到现场，发现博物馆附近的配电设备失火，和馆内的警报系统失效，怀疑失火甲查犯案有关系。因为这些珠宝被断卖，风险真悬，官方即马烦恼查为着脱手，会甲珠宝拆开用过去卖，或者有历史甲艺术意义的国宝就安尼消失。记者陈世龙报道。最近有来台湾交换的中国学生，接到因中国的省台办通知，要求因上好在明年正月11大选以前回到中国。不过，这学生也烦恼讲，因的期末考甲期末报告敢会受到影响。2010总统大选真晚近，来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嘛感受到选举的气氛。11月中旬，中国学生的群组风声讲，各地台办建议中国学生休寒的时阵较早订票，上好伫明年1月11进前离开台湾，愈早愈好。就美国立大学兼任教师就讲，有交换生来讨论期末成就要安怎。那我那堂课刚好是没有要考试的，是以缴交报告的方式。那我就是提醒他说，而且是分组的报告，就是提醒他说，那赶快跟同组的同学可能要把进度提前一点，要提早交。若是考试提早，烦恼公平的问题，老师讲好佳在这门课交报告只是个案，袂伤困扰。陆生研究会是指出，这个消息应该是中国官方例行通知，有的省份都无传，而且因为期末等到选举，学期提早开始，课程1月初3结束。期末考无啥会摆到拜5、初10。为了让那一周确实在投票前，应该各校都已经考完试了啦，学生应该离开学校都没问题。中国学生敢是因为台办的消息提早转去，也唔知影。不过台大因应香港情势启动的访问生专案，中国学生确定无遐济，因为在台湾的听书加真复杂。入台证拿到以后呢，我们会寄给当地的在香港的大陆学生，他还需要经过他们的政府的规定去办进入台湾的大通证。台大22拜5统计，阁有74位中国学生送件，25截止了后，敢若以16个37位伫香港的他国学生包括在内，唔愿透露最后中国学生的人数。台大嘛强调，加上247名台湾学生、199名香港学生、483名访问生，在2月初会陆续来到台大对班级做伙读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结果，互看作是民众对政府不满的表现，特别是对北京政府的无信任度变悬啊。也有真侪民众认为讲，对反送中运动所看到的，就是一国两制已经消失啦，更要变做是一国一制。特别是少年人对未来的烦恼，也看到大学和警察吞打，用暴力镇压，也逼一寡少年人爱出来甲政府对抗。伫香港理工大学读4年的马东学，有机会毕业了后入去政府单位接头路。较早认为这都是未来的蓝图，但是经历过反送中运动以及母校被破坏，嘛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离开香港。想过要离开香港？一定有，一定有，对。但我觉得香港其实是我的家，至少在过去那22年，我觉得在整体来说，其实我们如果是到一些很普通的市民，我觉得其实那个两制的体现它是有的。亲像马东学这款的少年人未少，出事的时阵已经回归中国，一国两制就是既定的印象，嘛捌对政府有信心，但是煞发现两制已经豆豆无去，怎开始烦恼？我也很痛心，这个林建育儿现在说就是说自治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就是说港人治港，高到自治，它自己破坏的基本法，还有破坏的一国两制。对香港人来讲，上要紧的是香港的金融地位以及司法的独立性，这是捌成熟的民主。但是看到警察暴力镇压，攻击去大学校园，对北京的无信任感嘛，伫区议会选举规个爆发。北京是对一个所谓一国两制是没有那个意愿去把它落实。北京是想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这是不只是在政治，也是在经济，还有其他方面，想把香港现在的一个整个制度改成内地的一套。
为反送中不满逃犯条例修订，到即马不满已经接近反中的情绪。不过，伫香港读册的中国学生李奥是认为，回归的时间较长一寡，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反射都会豆豆啊升悬。香港的年轻人其实没有什么认同感，但是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才回归20年，西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自由市场还有经济的一些思想。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香港多所大学因为校园遭到破坏，改以停课或是线上授课的方式。年轻人对于香港的未来相当忧心。现在1国2制似乎已经不存在，只希望政府能够赶快回应民众的诉求。以上是公视记者韩银彭耀祖在香港所做的采访报道。 前花莲县长布坤奇用无党的身份参选花莲区的立委，讲家己是正南的候选人，而且还佫伫报纸顶头刊甲韩国瑜合成的相片。伊的家后花莲县长施振伟日前佫希望国民党党中央同意讲会当替布坤奇辅选，结果党中央无同意。这款动作恐惊互花莲泛蓝的人未团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甲要选立委的前花莲县长傅昆萁做伙翕的相片，登伫11月26花莲地方报纸的头版。傅昆萁阁讲，伊代表正南，有个假讲联合竞选总部要成立。报纸共一边的下半部是韩国瑜甲党内花莲立委参选人黄启嘉的合照，但是内容却是联合竞选总部成立要延期的公告。花莲的选情哪赢支持者分裂，韩国瑜要停响，支持者感觉真乱。 本党的提名人被无党籍的提名人借用，那这是说实话是有点让我错愕啦。一边是党内同志，一边是好朋友，韩国瑜两边拢无得势，只好家27个行程跳过花莲，改去宜兰。韩国瑜甲傅昆萁的相片感受违反党纪，国民党澄清是对方家己合成。不过傅昆萁动作真济，发表书面声明，强调讲全国有90%派的人民是无党籍，要甲力量集中，甲韩国瑜送入总统府。伊的家后花莲县长徐正伟进前，搁请国民党中央爱同意，予伊辅选傅昆萁，但是双方拒绝。 我们的回复是安南同意，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提名了黄志佳同事为花莲地区的唯一的立委参选人嘛，所以我们就很难同意这个徐县长的申请。我们希望3天以后要再召开第2次的考纪会，看是不是有书面要解释的，还是说他自己能够拨个时间到考纪会来说清楚。 对付党员检举违反党纪徛台，徐正伟以上班做理由拒绝回应选务。傅昆萁的参选，甲国民党布局花莲立委的骹步拍乱，敢会当下令全力动员辅选黄启嘉。记者综合报道。选举伫要到啊，本地替民众出声，负责监督政府的立委，有的人说，互公民监督国会联名点名做记号。 讲伫咧本会期煞无来讲几摆话，因也呼吁现任的立委，唔通选举一到就胡瑞瑞开一堆白拉票，唔通袂记你的本土就是监督政府。2010立法委员大选剩无45天，未少立委拼选举，各走摊全变成立法院的消息立委，毋是无咧开会，都是无咧发言。国民监督国会联名就点名，25个经济委员会都因为开会人数无够，转流会，批评部分现任的立委伫咧这个会期还未结束进前，都已经放假拼选举。民进党立委一天都互人点名，伫咧立法院内底毋捌发言过。开的也是7次的会议嘛。 期间又碰到女儿的事情，又碰到要选举的事情。那我虽然没有正式的发言，可是我都有用书面咨询，上网都可以查到。我觉得这样公督们，我不晓得不是针对性还是干嘛。 一天强调，家己拢有交书面质询，公督民袂当干那统计口头质询的记录。公督民统计第8会期为9月18开议，一直到11月22为止。国民党的立委新智慧发言的影片干那一解，其他立委民进党籍的林岱华、区议员，和国民党籍的柯淑华、齐志荣，共款互人点名。剩下这几个礼拜的部分，请立委还是必须完成你现任的职务。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立委的职务，都不扮演你立委的角色，我们怎么还会投你再担任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呢？我们要求立法委员，请你捐出提早休会的薪资给所有外界的公益团体哦。
江督并表示，会伫选前继续追踪这一寡消息立委的行踪，爱全国选民看清楚倒一寡现任的立委，伫咧也未当选到已经疏忽立委的工课，要求这立委依照即卖规定，捐出薪水予公益团体，莫浪费国家资源。今若选举，就干来向开白蜡票、画口号。记者综合报道。由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支持的精湛量子科技研究中心，伫今年9月正式完成户外量子加密的通信测试。这也代表着台湾进入量子通信的领域，未来因也为着量子通信安全来做准备。They've demonstrated with the quantum computer that it can perform a computation in seconds. What would take the world's fastest supercomputer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to do that same calculation? 今年10月份 ，Google 宣布研发真侪年的量子电脑，会当完成有史以来上紧的数学运算。啊，毋过这项真强的运算功能，煞有可能会互全球电子商务也是各方安全出问题。这个安全其实是有条件性，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今天它有办法解决原本超级电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所谓的质因数分解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安全就变得不安全。正常利用的公开金融加密法，主要是建立伫咧质数甲因数分解等等的数学演算方式。啊，毋过量子电脑运算紧，短时间就会使。而且即卖量子加密机制采用公主伫咧公厂网络传送加密的暗号，用物理学的定律来看，就算半路资讯去互黑客查落来，嘛真歹破解。当有人在尝试做窃听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发现，我们加的相位其实一次加了2个，所以它没有办法2个都测出来。就没有办法真正取得最后再传递成功的那一串密码。伫咧科技部甲教育部的支持之下，精湛量子科技研究中心伫咧今年7月份、9月份小连续完成实地试验，啊，佮对清代到高代的户外加密通信试验，突破环境中温度、地面震动等等的干扰，团输成功，变做全台湾第一例。后一步会伫德科园区边仔建立量子通信网络，替未来更较大型的量子网络来铺路。啊，若是相关的技术，嘛希望讲会当用伫咧金融、国防、治安等等的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228纪念馆应该是日本时代成立的台北放送局，伊的建筑物有中国甲西洋形体风格，展现出日本时代的历史背景。伫昨台北市文化局的文书审议也把这栋建筑物指定做市定古迹。厝顶是中式码头墙，用至西班牙厝下加半圆形，反映出1930年代日本在台殖民新华式建筑风格。台北228纪念馆被台北文书审议会指定为市定古迹。这个建筑的特色在于说它是中西合并。那中式的方式在于说它的码头墙啊是有点像苏州的风味。那西式的是就有关于它的圆拱。那西亚建筑啊，除了我们这边还有像高雄火车站，或者是这个现在的中山堂。台北228纪念馆上早是1930年代的台北放送局，1945年国民政府接受后改为台湾广播公司。1947年爆发228事件，当时抗争人士透过广播电台传消息，互全台民众用真紧响应。1949年改为中国广播公司，中共搬走了后，1997年才成做228纪念馆。文组委员认为，建筑有南欧的异国色彩，承载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文字价值。设计人士是很出名的立山俊一，他的作品还有台北邮局。这个建筑物有趣，它就如同一种混合物的文化，它包含了台湾、日本、东方还有西班牙。啊，不过市定古迹因讲是建筑地内身份，因为1930年代当时企业附属设施放送亭早伫20年前，1998年就被公告是市定古迹。早年相机也无普遍，公园内底放送亭用互民众来收听广播。为什么主建筑甲附属建筑被列入市定古迹的时间差20年呢？文组委员表示，代志过真久，真歹追究，啊，不过无损228纪念馆的历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双站的观光巴士去年启用了后，煞无啥人去坐，民意代表讲要求爱改善。台南市交通局也讲会重新检讨，按算明年初会调整路线甲票价，希望新规划会有新出路。台南火车头因环头前真侪民众赶咧上车，但是去年才推出的观光双站的巴士停靠站，煞是拢无人坐。伤热啊！
南部是热。载客率还是假日会比较高，假日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是观光客。那国际间呢，像外国人很多。因为现在的路线实在是过长，应该把它拆成府城跟安平2个区块，让它变成一个类似游园车的概念。民代指出，根据交通局统计资料显示，台南双站巴士对107年2月10号开通，到108年8月31号搭乘的人次，全路线平均每天一班大约5.2人。对数据来看，真正是无理想，加上伊的价钱阁贵，干那半日票价就要300块，专利500块，种种的原因害得效果无好。对此，但是交通局是解说，后续会阁照路线票价进行调整。从明年1月开始，持市民卡搭乘我们的双巴，在平日的部分都可以享有99块。这个票价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跟业者有共识，但是优惠的幅度到什么幅度是半价或者是99块，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再做一个最后的定案。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讲，目前双站巴士嘛是台南市唯一还未甲市民卡做优惠结合的交通运具。未来结合了后，互市民卡的价值发挥更较大，而这对双站巴士嘛是一种促销的步数，会当讲互相得利。而细节是预计明年1月来公布。记者吴正훈台报道。在南投仁爱乡的松林部落，有一项真特殊的芳竹米，也因为今年敢若收成一摆，而且种的面积是愈来愈少，也变加真稀罕。部落的农民也开发芳竹米的料理，希望这个芳开，互众人食一解就会掉。把金瓜放入去芳竹米粽内底，食起来是加1分甜，阁有芳气，而且用金蕉叶甲伊包好。这是甲一般粿粽无同的料理方式。南瓜是原味的。很香，然后我们再用香蕉叶包起来。南投仁爱乡松林部落的居民希望透过这特别的料理，让大家知影这款米产量虽然是真少，不过品质是真好，而且阁有餐厅特别用芳竹米做芳竹米油饭、芳竹米鸡、金瓜糕、红豆芳竹米饭等等的料理。想要用我自己的料理方式，下去推广这个香糯米，想要让大家都看见说，原来这个部落有这么好的产品。香糯米应该就是日本他们带过来，带到台湾，然后就放在我们仁爱乡每个部落去试种，然后每个部落试种的时候，好像只有就是我们亲爱村这边才种得起来，种出来也是进贡天皇的米，然后就变成传承，产量虽然少，可是品质还是很好。芳竹米鸡参加今年南投社区总铺赛美食料理比赛，摕到形体水、口味香的奖项，代表芳竹米做出来的好米是真声人。希望透过特色料理的开发，让芳竹米变做松林部落的招牌。记者综合报道。经过800风灾，乡镇的面貌总改变。屏东南边乡公所也自3年前决定要重新变乡志，希望会当记录南边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受伤了的南边会当重新搁再爬起来。阮即马原有的资料我拢无甲变，所以原有资料藏起来。掀开南边乡志，屏东南边的地理、人文和历史真在感情。这是新编的，旧版的为1985年出来了后，到达已经过34年啊。因为屏东经历过800风灾，地理样貌有正大的改变，所以南边乡公所重新编新的版本，加做一套3本。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然后中间就是一些天然灾害、重大灾害之后，有很多资料都灭失了，所以如果不赶快把这个资料整理起来以后的子孙可能没有资料可以看了。除了保留初版、新编的2本乡志，改变英俊文字较侪的形态，以大量的相片串联故事，也用较活泼的文字来写，总共61万字，希望提升民众阅读的意愿。地理做一个记载，咱这南边正大家看到的，霓虹灯也好，这个商店也好。拢渐渐，大家拢有一个复苏的这个景象出来。新的乡志出版了后，乡亲反应正好，公所也考虑做电子册，提供民众在官方网站认捌南边经过800风灾的过去和现处时。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天气会较凉快。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可能自阵雨，有的所在也可能落大雨。另外，伫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着恒春半岛也有可能会落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看今日落花镜，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